请打开手机程式草书。OK。最右边草书。草书看字。有吃素立清口愿的到弥勒内院，没有男女欲望；没有吃素清口，没有吃素没有立清口愿的到弥勒外院，是叫做小极乐，还有男女欲望。前提是不能还道拜德，不能还道拜德。这个叫看字。这个是孝字，你看得懂吗？
静观世事，笑什么人生啊？看吗？因为观看嘛。这个是笑，草书，这个是笑，这个字是草书笑，这个是草书看，这个是草书看字。静观世事，笑看人生。这个字是不是看啊？左边那一行第二个字，那个是看嘛，因为观跟看相对的。静观世事，笑看人生。看看那个字是不是看啊？跟这个很像啊。你看这个像不像？中间那个字啊，一撇一横一向下，那像个乃字。有没有看到一撇一横向下一个乃字？看了就真的是看了，草书不容易看懂。